醒后早，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15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台北市信义区的一搭工地边仔的车路，昨昏熊熊破一坑真大坑，即嘛是已经透明甲伊囤起来啊。初步判定是因为工地地下室的壁有闭起，外口的地基是拢漏了才会造成的。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会全面来清查乌地下室的工地，以防阁熊熊出现路崩去的意外。台北市信义区从伫过一个新起的工地边的巷仔，13下晡熊熊发生地震落落去，这坑真大坑，大约15公尺，宽3公尺，深度3公尺。北市府下令工地停工，附近的徛家早起就走来关心家己的单位，烦恼会搁再落落去。11、2点你还没睡觉，我早上5、6点就赶快跑出来看啦。对啊，我也是要关心一下我自己的摊位啊，希望是没有下一次啦。因为我就刚在隔壁巷子啊，在刮的时候像地震一样。安置了5户，那一共是10位。那现在我们都把它安置在我们信义区的旅馆里。台北市长蒋万安早起也到旅馆探视安迪好地震慰问金加剪凉花，说明工程抢修的进度。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持续监测。第二个会请无技师来做检查。初步了解，因为连续的壁体渗水造成地下水溢入来，引发路崩落去。现场也赶紧进行紧急处理。基地外口的大路落入所在，管暗门头停落去，基地内底填沙灌水并行水压。初步判断是我们工地里面的地下连续壁。大约在11到12公尺之间有破口、有破洞，那所以它的水跟沙会往地下室里面流，那才造成这个坑洞。为了避免相关的工地意外搁再发生，蒋万安讲已经执行相关局处对着台北市工地全面来清查。这阵建筑工地正伫开挖阶段，有100库物件，会有3大专业工会，每一个案件现场来勘查，伫1礼拜内底检查完毕。到时阵有安全问题，会下令停工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捷运车站发生的事故，造成1个人死亡，10个人受伤。捷运紧急应变的措施受到大家质疑。昨晖台中捷运公司宣布要增加月台紧急开关，也有障碍物侦测的系统，来改善应变措施。有专家就讲，都要正经有落实才是。水车员徛伫第一车厢的车头，双眼一直看头前轨道状况，完全唔敢放灵。台中捷运青线车站发生一死10伤的重大事故了后，除了调事件上刑法法，互人重发调查。中捷公司也互人质疑应变流程有问题，相关人员的训练甲应变能力不足。虽然将代理董事长林中泰第一时间是讲流程无问题，不过中捷公司则是搁再回释的，各讲已经检讨改进应变流程。未来主要还是针对警讯这一块了哈。当发生警讯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可能的一个来源涵盖面更广一点？譬如说，去连接到可能的一些外物入侵之类的问题。中捷表示，要研究正式月台紧急开关加智慧型障碍物的辨识装置，嘛已经改进3项紧急应变流程，包括月台人员显走手势标准化，也加强化。水车员只要看到显走手势，都爱紧急停车。另外，月台人员也是水车员，若发现各样，爱依照新的流程防止列车离站。水车人员手动操作面板的锁匙嘛，已经该独立吊挂伫皮包外口来减少使用锁匙的时间。对于中捷的检讨改进，交通业者予因肯定，不过建议一定要落实。可能要把这些 SOP 要负责执行的人员，他的教育训练必须要能够加强。侦测的部分如果能够更优化，我相信以后对于我们将来如果会造成碰撞风险的障碍物，不管它在什么位置我们都可以及时侦测出来。李克聪表示，中捷会改进相关的流程，都表示，确实以往无想到会有这个意外状况。除了大型外物入侵，对于其他特殊状况，像讲气候无正常，像强风、强烈地震等，建议中捷嘛应该先检讨即卖的应变流程，是不是会当应用？若做有不足，都应该立刻修正，才会当预先防范。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咱来看泰国昨晖举行国会大选，到昨晖半暝计票是已经完成9成外。根据目前的结果，反对派前进党甲维泰党是大大领先。也那现任总理帕拉育所属的团结建国党，目前是暂时排第5。也那前进党总理候选人皮塔冒出来向选民表达感谢。
会场内支持的民众大声喝声，前进党总理候选人皮塔对着镜头感谢选民。泰国大选的结果愈来愈明朗，两个主要在野党为泰党甲前进党领先执政党真多，拢超过选前家己设的目标。The ability to form a majority government coalition because at least there's only two parties that have passed the 100 milestones, and the incumbent did not manage to pass that at all. So I think the probability of minority government is almost zero now. 皮塔领导的前进党暂时摕到151席，本来互人认为赢面上大的前总理的查某囝贝东丹领导的为泰党跟伫咧后壁摕到141席，看起来敢若是正大马世代交替啊。But right now we expect like the first or the second place, so anyone can win, so they can set the government. 现任总理帕拉育所属的团结建国党摕到37席，暂时排第5。帕拉育伫知影目前暂时的选举结果时阵，对着镜头拢袂讲话。虽然新总理产生的方式对军方有利，反对党就算是赢，也无一定会当顺利执政。不过，互帕拉育连任有正大的挑战。这边大选估计投票率会创历史新高，正在第一遍投票的少年人特别希望会当结束军方执政的情形，也阁希望会当进行长久以来无法度撼动的王室改革。也若泰国这边大选最后的结果，也阁伫咧等待官方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昨天母亲节到位的方面，结果是较松人。今仔日的雨量较有限，方面嘛甩向南边去。咱做伙来看云图。今仔日方面伫咧巴士海峡，雨主要是落伫咧较晚方面的南部，也有遮方面的东半部为主。落短暂阵雨的机会较大，中部以北嘛有部分的短暂雨。其他的地区，金门甲马祖是侪云的天气。若气温的方面，今仔日各地早暗的天气较凉冷，低温是20度至22度。日时啊，桃园以北因为云较减少，高温回升到28度至29度。其他地区云要是较高，高温差不多是26度至27度。若后一波的方面，按算伫咧拜四会到位，到时各地拢会变做是较无稳定的天气形态。规个西半部拢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拜五、拜六受到方面的影响，各地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再来，咱来看有一个64岁查甫人，伊对团去台中爬中央尖山，结果煞摔落山坎，唔知影人。加在台中消防局有顺利找到这个人，而且请乌影直升机甲人载落山，送去花莲的病院做治疗。来。家伤者固定好用锁啊运送。这个超过64岁姓王的查甫人，对11个人的登山队去台中中央尖山，经过中央尖山山了顶悬的水墙，无细字落落山坎。山屋上方的瀑布处跌落约60至70公尺处，意识不清，脸部血肿，头部及四肢多处外伤。消防局11尾仔据报决定用肉路甲直升机的方式去现场，因为当地地势正惊，所以搜救人员12下晡找到伤者了后，先送去中央尖溪山寮啊等待救援。降落后立即前往事故现场，又派遣离山分队由陆路方式前往，接触到待救者，发现头部多处擦伤、血肿，意识模糊，并运送到中央尖溪山屋待援。13早起，花莲空勤总队派遣乌鹰直升机到现场，顺利把死亡的查某人吊挂上机，运送到花莲，送去花莲主治病院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有一个39岁姓杨的毒品通缉犯，昨天半暝伊翘倒摆载因朋友伫咧中华田尾拄着临检，想袂到这个姓杨的查甫人煞是拒绝临检，佮甲警察弄。去警察开枪弹着，因朋友甲伊载走了后，有卡119送去病院。不过尾啊，这个姓杨的查甫人表示不幸死亡。目前专案已经交予中华地检署来侦办。咱来看《联合报》，药品供应通报中心实施了后，每2礼拜会公告欠药啊通报处理的进度。消署讲，大部分的通报并不是正经欠药啊，就算有欠，嘛是1、2礼拜尔。
不过，有诉工会讲，政府也是以公务人员的心态伫处理欠药的问题。实际上，欠药的情形恐惊是比广告的更较严重。再来，咱来看《中国时报》有关病人重大缺益的再生医疗法草案，相信拜二会完成三读。有加称的专家学者连署质疑讲，这个草案至少有8大争议，无充分讨论，尤其是正义版的第9条。温存厂商伫咧未影响生命安全的情形之下，免做甲遐尔完整的临床实验，嘛无需要摕到许可，就会当甲病人注射的药啊，这点有真大争议。中研院院士陈培德就呼吁政府爱谨慎来思考。目前咱国内若是要请外籍看护，就要经过医师的评估，摕到巴氏量表才会当来申请。顶一日有一个民众因为要请外籍看护，却是因为请无这个表，甲医师起卡动手。有专家讲，亲像香港、日本，若是想要请看护，拢唔免这个表，嘛无应该甲请看护的资格完全交予医师来决定。所以就主张爱甲这个表废掉，会当来照顾民众实际的需求。厝内若有40人想要申请外国籍看护，爱有医师的评估巴氏量表，若做比35分较低才有资格。常常捌造成医病关系紧张。进前3间总病院发生医疗暴力事件，原因就是患者的巴氏量表无通过，病患家属动手拍医师。外界伫讨论是毋是爱废除量表鉴定，直接开放民众评估医工。我是觉得不赞成啦，因为这样子的话，就会有些本国人想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就失去了工作机会。我觉得有需要的就是直接就可以请了，因为用巴氏量表的话很麻烦。长照专家是讲，台湾2025年得要进入超高龄社会，老年的人口占比也会持续提高，长照需求敢若会增加袂减少。政府不应该把是不是会当找外国籍看护的决定权交予医师。香港、日本这国家地区嘛无用巴氏量表当作评估医工的标准，是市场机制，所以主张废除量表评鉴。那你不要巴氏量表啊，你只要诊断书就好啦。事实上，诊断书你有所谓的身心障碍手册，什么样的等级的身心障碍手册，什么样的疾病，这些都可以是设定一个诊断书一个标准去做的事情，没有一定要巴氏量表。因为它牵涉到移工跟长照两边的一个政策的这个议题，所以其实也是需要和劳动部这边一起来去做一个审慎的演绎啦。长照专家是讲，有一寡长照家庭想要带入长照机构，唔但费用真贵，都要去看运气，常常拢等无病床。有一寡是因为找无外国籍看护照顾失能者，家属被迫离开职场，互家庭的经济受影响，到尾煞变做长照悲歌。卫福部是讲，评估移工的条件也需要甲劳动部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关心，伫台南市车尾时阵，有一个3岁查某囡仔，伊甲因老母要过车路，却是轿车撞死，引起大家关注交通的问题。这个事故过一礼拜，昨昏有民众伫咧全台湾7个县市，伫咧发生过路人和车撞到的路口，发起提倡行路安全的活动，要来强化过路人的路权。重新登来台南市这个伤心的路口，配合这天3岁女童因为驾驶无良，互弄了后死亡。母亲节这天，超过100名的民众手骑雨伞，还有康乃馨，进行着10分钟快闪活动，希望驾驶重视行人的路权。在上个星期一，那9点50几分的时候，这一起事故的发生，带走了一个3岁的小女孩。高雄场这是警伫林森一口罩，和酒后赛车弄到的路口，超过100个人用同款的装扮，驶伫路口行10分钟。凹凸不平的，然后会有车子停在上面啊，然后甚至有些地方是连人行道都没有的。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绝对不能就是掉以轻心，因为我们都是抱着就是随时有可能会被撞到的这样子的决心在过马路。如果道路的设计不好，我们道路安全的教育不好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未来都有可能是加害者跟被害者。高雄市警察局统计，月初到11号无让行人已经开发5900外件，不过行人嘛常常面临伫咧人行道出现乌托邦的状况。学者认为，开发之外，道路设计的改善、驾驶观念的养成更加重要。特别是驾驶人要能够礼让行人这样的习惯的养成，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光靠政府执法，只是一阵子之后又松懈，大家就觉得我就可以继续。全台的快闪活动选择的所在，拢是行人离难的路口，希望公民觉醒，力量会当强化着因捍卫行人路权的力道，互母亲节更加有意义。记者王丽婷、明昭权台南高雄报道。
国际消息，咱做回来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访问欧洲的行程，伊嘛有去梵蒂冈甲教宗方济各见面，嘛有去会见意大利的总统甲总理，争取到军事援助。泽伦斯基讲，这抓是带乌克兰走向胜利真重要的访问行程，而且泽伦斯基嘛已经有去柏林，这是从开战以来头一届去访问德国。乌头车驶到梵蒂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落车，甲红旗主教握手，尾就见到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这是2020年俄战争发生以来，两个人几多遍通电话了第一遍见面。泽伦斯基13访问意大利，甲意大利的总统马达雷拉一个总理梅诺尼见面。意大利政府再一遍承诺会支援乌克兰，包括军事、经济、领导甲中建的援助。Sono lieto di incontrarla nuovamente dopo il nostro incontro di 8 anni addietro, anche se in questa condizione ben diversa che voi state affrontando e noi siamo pienamente al vostro fianco. Benvenuto Presidente. Verso l'Ucraina per tutto il tempo che sarà necessario e oltre. La nostra nazione continuerà a fornire assistenza sia a livello bilaterale che multilaterale, continueremo ad assicurare。泽伦斯基除了感谢意大利的支持，也讲这是乌克兰迈向胜利的重要访问。要伊去梵蒂冈会见教宗方济各，甲教宗谈40分钟，又送一领乌克兰士兵请过，要伫顶头为圣母像的红蛋架和方济各。教宗是会送象征和平的青铜雕塑。方济各伫俄战争开始了，就几多遍讲愿意做双方的中人，希望恢复和平。然后尾就开始谴责俄国的侵略行为，并且甲这款行动，甲苏联把对乌克兰犯的严重罪行提做回讲。对乌克兰儿童和俄国带走，也讲会尽全力协助乌克兰的囡仔登记厝的。就伫俄战争要满15个月的时阵，13国传出俄军的运输直升机甲苏凯34、35战机，总共4台。伫咧瓦郡乌克兰的布良斯克州，敢若是互友军无顺利射着入室内。不过俄国的官方暂时也无做回应。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咱继续来看，气象认为是20年来为了上介强的热带气旋摩卡，暂时扫入去缅甸甲孟加拉，目前已经撤离超过50万人。因若目前上新的消息，全球上大的难民营是无受到影响。因若缅甸是已经通报至少有5个人死亡啊。摩卡气旋愈行愈远，被撤离的诺开邦居民登记了看到，树瓦倒去、厝损害、铁皮厝挂规拢被掀溃。地势较低所在淹水，风也阁一阵一阵伫咧吹。热带气旋摩卡被认为是20年来侵袭孟加拉湾威力上强大的风暴，这是用时速195公里的速度，伫孟加拉的科克斯巴扎尔、甲缅甸若开邦守护10队之间定律，尾暗威力有较细，尾暗风雨差不多拢过去啊。不过缅甸有电信基地台倒去，港口城市10队通信系统未通。In the Cox's Bazar camps where 1 million Rohingya populations are living, there are damages of some water facilities. Around 1,775 people, they were directly impacted because of their loss of shelter, and some of them were displaced. Some of their houses were also damaged because of wind. 因为之前气象预报认为摩卡较可能对孟加拉境内全世界上大的难民营罗兴亚人的生存造成威胁。伫摩卡来进前就已经先撤离75万人，风波过去了，收容要甲上100万罗兴亚难民的科克斯巴扎尔营区，发现差不多400到500的临时庇护所拢被损害。根据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的资料，目前规个若开邦一个缅甸的西北部，差不多有600万人需要人道援助，而且有120万人无处通转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欠水的问题唔那是咱台湾尔，伫南澳意大利这2年靠海问题是愈来愈严重，也未到热人溪流的水位已经愈来愈低，因为热人用水拢爱靠关山氧气的洗，不过今年这些面积敢若剩1/4尔。有农业工作者因就激头脑，用智慧灌溉系统，应用气象仪器，也有环境监控的工具，用有效率方式来用水，甚至上济会当省水70%。带大家做伙来看卖。
4月中也无到上热上大的季节，不过意大利上大河流破河，水位已经降到去年热天的上价水位。和可怕更加严重的是，往年热天若欠水，个人靠灌溉的积水，不过这马山顶的水面积已经减75%。Le piante ormai sono in forte stress già da qualche anno. Ovviamente l'anno passato hanno subito questo mese anomalo, quasi un mese anomalo di 40 gradi。那边等地方甲中央的官员协商安怎分配水资源，农业重镇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的农业工作者，即马使用智慧灌溉系统，使用气象预测加环境监控的工具，有效的省水用水。不得里奥的农业研究加实验中心的工程师，即马操作这台无人机，对天顶侦测农作物野外的降水量。因若装置农作物身躯顶的感应器，会当掌握农作物到底对土壤内面吸收偌侪水分，然后透过滴灌系统定时定量精准的供应水分给农作物。Noi con la tecnologia e con l'impianto di irrigazione nuovo di sicuro abbiamo dimezzato il consumo di acqua, passando da 42 mm circa per metro quadro a 21. Questo ha di sicuro dato giovamento alla pianta perché assimila proprio lo stretto necessario e soprattutto non andiamo a disperdere anche l'acqua che con i caldi estivi andrebbe comunque a evaporare perché con i nostri terreni essendo argillosi rimarrebbe in superficie。甲传统无差别的4月盆较上重水的灌溉系统比，这套滴灌系统加行动应用，是将水用滴的滴入去土内面。在某一种情形下，会当省水省到70%。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已经有7000里的农民参加这项服务，在境内25万7000多公顷的农业灌溉用地内面，就18万5000多公顷。因若费用上贵的是树皮感应器，一个要55块欧元。因若规排250张作物所需要的滴灌设备，无包括人工，上济是1000欧元。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土耳其14举行总统大选，根据新闻报道，有89.2%的选票已经完成计票啊。埃尔段得票率是49.94%。领先主要的对手智利、达欧鲁44.3%，多数双方的阵营拢讲有领先对方，不过嘛有人认为讲，安尼可能无法度超过50%的条件。在头一轮摕到胜利，因若开票初步的结果，原本埃尔段是领先，不过即马两个人的差距是愈来愈细啊，恐惊会进入第2轮。咱来关心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仔日去法国首都巴黎，甲法国总统马克宏会谈。在乌克兰可能准备反攻进程，以进行欧洲几个国家访问的行程，嘛已经有公定相关军事的支持。再来，咱来看7大工业国集团 G7， 甲欧盟要禁止罗西亚透过已经切断供应的天然气管线出口天然气。这嘛是欧洲各国从罗西亚拍乌克兰以来，头一届针对罗西亚天然气管线下出口的禁令。这礼拜在日本广岛举行的 G7 领袖峰会，有机会会定案，凸显欧盟想要彻底离开英国长期甲罗西亚买能源的决心。咱来看主席基金会十分早起伫咧花莲举办业务大典，主席创办人正言法师嘛有去现场。十分暗时啊，伫咧台北中正纪念堂举行，这嘛是因为疫情停办3年了后，各自改来举行。因5月份不但节、母亲节、全球主祭日，主席伫咧全球计共46个国家地区举行业务典礼，包括台湾各地拢总举办305场，有要10万人参加。十分暗时啊，伫咧中正纪念堂举办的业务大典，总统蔡英文甲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也有台北市长蒋万安、新北市长侯友宜共台，做伙对法师替台湾祈福，祈求国泰民安。昨回是母亲节，不过对真侪囡仔去互年母虐待甲死的老母来讲，这是真震动的日子。有袂少受害家长出面呼吁政府，都要改善儿少权的法规，希望莫阁有囡仔去互人虐待的悲剧来发生。终结儿虐，让孩子平安长大。终结儿虐，让孩子平安长大。看口号，希望逐个虐待囡仔，互囡仔平安大汉。
在公民团体甲立委的号召之下，真侪件虐待囡仔死亡案件受害者家属无亲自徛出来，痛苦讲失去囡仔痛苦回忆，呼吁政府重视囡仔保护的重要性。亲像小桃子的妈妈，伊查某囝交互娘母带，却疑似互娘母虐待，落来出血死亡，互伊真艰苦。我希望政府能好好重视这些居家托育人员、保姆的那个制度。今天的妈妈也徛出来，因为托育员用棉照被砍头的方式压伊查某囝困，所以互伊查某囝无喘气、送医不治。甲即马托育员拢无向伊回息咧。伊伫公共政策平台发起联署，希望政府应重视托婴甲幼儿园整体制度的改善，为我们声援。在托婴中心致死的孩子受害家属的联署书，几天前已经送公共政策平台检测。公民团体希望透过这家属分享自身的不幸遭遇，呼吁政府完备治校权法等相关的法令。这个议题上面，是不是真的应该好好的通盘来做检讨？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立委是呼吁社会大众加一点热心甲关怀，对减少儿童虐待事件发生有帮助。透过大家努力，让妈妈能安心度过母亲节。记者综合报道。台电伫昨昏举办新进人员的考试，按算要录出1778人，是声全台湾超过17000人来报名，平均录取率差不多是1成左右。考试前赶时间读重点，做最后的加油。伫国家考场内，考生拼命写。台电公司则是伫台北、台中、高雄、甲花莲拢总12个考场进行新进的雇佣人员争取。因为现在生活就是几乎都不会动了，对吧？所以比较希望有一个会成长的工作，这样。原本是国贸系，然后就想说来考看，就想说来试试看，考个经验。如果考上了呢？如果考上就再考虑一下吧。有人介意稳定的工作，也有大学生想要伫就学期间先试一下能力。因为台电最近逐年退休的人数拢1000多人，因应退休的人多，阁要确定这个稳定供电加电力净零排放这目标，所以积极招募新人，已经录取1078人。今年有超过1.7万人报考，第一届来考的敢若55.1%，9807人，平均来考的录取率是10.99%。去年的到考率是51.9%，今天的到考率是55.1%。配电线路的部分呢，今年需要大概是403人，那报考的大概有2210人。我们这个训练是1年，那合格以后我们就正式的雇用。那它的起薪呢，目前是32000块。台电指出，各类别当中，配电线路的维修人员因为退休的上济，需要新人加入，所以这届课开到403人。若是竞争上界激烈的综合行政，是将近1万人要抢95个名额。预定7月18公布复试名单，8月15办理复试。除了这以外 ，NCC 甲廉政署拢有派人去考场监测，希望会当吓惊作弊歪风。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咱来看2024年的总统大选，国民党到底要派什么人出来选，受到大家关注。那当咧争取提名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昨昏是办到请国民党的中常委要来有支持，有人就质疑讲，这敢是要白条啊卡？另外，代表民进党参选的赖清德也是4个伫走总，昨昏去家人参加奥运会成立大会。敏感话题无回应，正经行入去。国民党有计7礼拜定调总统参选人，由什么人出线，各界真注意。这是暗头党主席朱立伦、新北市长侯友宜、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合体出席入户大典，3个人活动真受大家注意。这两天还在跟其他人碰面吗？争取定调提名的郭台铭，除了经由大型造势活动有声势以外，则是中道也应请国民党中常委积极争取党内支持。不过，这场参会也被质疑是不是白条卡贿选的嫌疑。对此参加参会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大声讲，不是安尼。而进前夜会，民众党主席郭文铁也外界解读假考会，要逼党主席朱立伦的意味真高。我们的本意很自然嘛，人要来找你讲话，你叫伊讲的安尼。
至于说外界要怎么解读，那是外界的问题啊。比赛规则不清楚呢，注定这个会出问题。聚会讨论或是聊，都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华民国的前途这个说是贿选人格局太小了我们都相信朱立伦主席会做出最有智慧的选择。多谢。现场支持者大喊总统好，新加民进党党主席的副总统赖清德是启动绿箭。下晡到贵人市新来台湾基友会成立大会，备战2024。靠实力的和平，甲是永续的和平，有的人主张的是另外一个方式。一旦接受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原则，安尼咱的主权都无去安尼。无主权的和平，唔是真和平。赖清德强调，爱做好万全准备来抵抗中国侵略，保护台湾，也要甲民主国家来合作。当力量有够大，自然会使互中国唔敢轻举妄动，接受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原则。无主权的和平，唔是真正和平。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只罗西亚籍的螃船，昨昏经过兰屿外海时阵，船有故障，加上天气歹，因是请求进入台东成功渔港来避风影。台东海巡甲移民署专勤队下晡有去渔港确认因的身份，船员讲修理好势了后，因就会离开啊。这只螃船载3个罗西亚籍的船员，为菲律宾出发要去南韩。昨昏早起经过兰屿外海时阵，发现那像船条的瓦仔索歹去。船员本地是想要去兰屿渔港玩，不过遐拄好无下用的，加上天气愈来愈歹，才会决定去成功渔港来避风影。幸好瓦仔所修理好势，就会来离开，继续上发。伫嘉义有一个里长，因为看到车路边有粪扫，2天啊拢无人去清理，就甲边仔学校的老师吵，甚至还阁用广播放送这间学校拢无伫边扫。因那学校是回应讲，因敢若负责清理人行道尔，车路是无归因管。这个里长后来嘛表示后悔，嘛讲要捐6万块予这间学校。人车真侪的大车路边，为了安全，学校禁止学生囡仔去扫车路。不过当地里长无确认学校边扫范围，进前发现车路一地粪扫，可能2天无人清。向当时带囡仔边扫环境的主任嘛歹听话，佮透过社区广播指责学校。我感觉这无迄个够用啊。这个马路边这里外围其实就是属于社区道路，了解的就是会透过社区的志工来进行打扫。一个广播，规个里的居民拢听到，老师袂堪咧受侮辱，爱学校介入。查清楚了后，里长发现学校敢若负责人行道，点啊加路，毋是学校责任范围。伊感觉歹势会毋对，讲家己真土地讲的有话无，毋是故意骂人，要捐6万块做环境整理基金。学生就是站在上面可以扫得到的地方帮忙扫没关系，但是你不能下来，因为这边车流量真的太大。咱重要是有环境卫生甲的，迄个口角安尼啦。查甫人嘛是拢讲的，拢有当时爱较迄个口头禅啦。废弃物清理法规定，4公尺内的公共巷仔、路面加水沟仔，由相对户还是小瓦户分别各一半清理。其他公告有关环境卫生需求的范围，由执行机关，也就是当地环保单位负责。里长讲，这件代志是伊唔对，希望老师接受伊真心悔失的，让代志会当结束。记者综合报道。电影风上头，带大家做伙来看教育部这几年伫咧推行美感的教育。南投将和各小的美术班，甲附近的土地公庙合作。土地公庙提供庙口的围墙，或者学生来做彩画。唔但当互学生学到无同的创作技巧，嘛当美化市容，落实社区的责任。当头8日，这群小小的艺术家真专心伫咧画图。南投将和各小甲附近的土地公庙合作，请美术班的学生伫墙围彩绘，替社区的面貌加添特色。借由当地的一些文化跟特色，然后把它融入在这个壁画里面，然后来训练他们调色上面的运用以及空间的布局。空间移到外面来，我觉得有很多个目的啦。第一个就是让社区的民众能够看到彰和美术班的教学成效，第二个就是对社区的环境做一个美化、一个带头示范的作用。老师和学生家己调色水，设计多样，加入在地文化特色，发挥创意来增加社区的环境。甲平常时的白纸相比，对学生囡仔来讲，伫墙围画图的感觉是真新奇佮趣味。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画的时候很好玩。刚开始在调颜色的时候，发现根本怎么调都调不出来，后来才发现，
只要再加一点点其他颜色就可以调出来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调色，因为之前我都是直接要使用单一的颜色，将护栏直接刷好。但是这次要调很多颜色，让我觉得很麻烦。透过无同的创作方式，增加学生画图的技巧，唔但让这个囡仔体会到生活中的美感，也为美化社区尽一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南投的鹿谷乡，伫咧海拔500公尺的所在，遐有种真济麻薯竹。在地人为着要推广观光旅游，因甲饭客啊用火炭甲伊烘好烧，抑搁伫咧空心的竹缸内底灌高粱的互伊发酵，人讲这号做是竹露。因要来互游客体验英国农民伫咧种笋的时阵日常的生活。真的很棒的一个地方，欢迎大家可以来享受这个野外的这个野餐。笋仔是安怎生的？生伫倒位？游客斟酌伫竹篮内底找找，不时阁停落来听解说。这是南投县鹿谷乡小半天休闲农业区规划的行程，唔但互游客walk进大自然，搁较会当认捌这搭的文化特色。以前不是很清楚竹笋怎么长，现在来到这边以后，了解到竹笋到底是怎么成长，这样真的很棒。疫情了后，全球搁较重视环保加团的旅游，小半天嘛对人的脚步，真骨力推广有在地特色的活动。亲像这届的小旅行，游客不只会当食到竹竿仔饭，搁有留伫竹仔内底的竹露酒。就发想到说，我们早期的农民他的生活其实是最绿色、最符合绿色旅游的。那我们把这个梦中竹林下的野餐把它套入这样子这个活动那这样子让游客能够感受到原来生活当中也不用浪费那么多的碳的这个东西，这样子那让更环保的东西让游客能够直接去享受这样子。高粱酒的品名让我爱不释手，我还要怎么办？小半天园区土地真宽，一年四季拢有无同的体验。春天会当蚵笋仔，热天看火金菇甲天星，秋天欣赏樱花，冬天啉茶。园区内底阁有保育类动物红脚仔，欢迎大家来看卖。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伫婚林大溪的乐龄中心，因为着要照顾在地聚会人，这届因是请老师带大家做伙来耍刀仔椅，透过游戏来认捌台湾各地生产的果子，嘛透过这个活动加强因动作协调性，也佮有记忆。这时代人大家是拢耍得真欢喜，带大家做伙来看卖。用地图认捌台湾各地的果子，佮用豆豆甲台湾一块一块斗起来。婚林大溪乐龄中心举办活动，即摆请老师带社区老大人耍一款刀仔耍，中者对这个活动是真满意。阮真正感谢咱这政府啦有开办这乐龄活动，互阮遮老岁仔当学着画遮水果出产于倒这所在啦。你是靠啥物画黑色的？因为迄就是有较烂去咯，老人都无得行，我政府办这个活动，阮感觉足幸福的啊。提起画笔详细解释，老大人画出无共色水的水果，老师也表示，豆豆和画图拢对因的协调佮记忆是真有帮助。从这个课程来的，他们里面除了一个拼图、手眼协调之外，就是可以训练他们整个记忆的活化，然后再从那个颜色的选择，然后让他们做一个绘画的一个彩绘，增加他们的记忆力。对于颜色的选择，让他们有一个自主的一个决定，跳脱以往一个比较呆板的一个方式。透过乐龄中心安排的课程，社区时代的生活更加精彩，也互因的身体更加健康，嘛希望未来设更加侪据点来照顾偏乡的长者。记者综合报道。即马防疫安全是真受大家关注，家己若安怎来保护家己，嘛是真重要。台南大学甲花莲特教学校做伙合作，因推出一套 VR 的校园危险地图。要互这个囡仔会当透过 VR 影像来了解校园内底倒一个所在可能是较压贴、较危险的所在，也佮有若是真正去拄着歹人的时阵，会当安怎来讨救兵。提出手机扫描 QR code 就用进入系统探索校园环境，用使用者角度出发，活动后应无受空间甲行动限制，就理解校园每一个所在可能存在危险甲应变方式。
比较危险一点，所以它就有一个警示的标志给大家看。可以单独前往哦，因为它是偏僻的地带，你一定要结伴而行，告知师长。如果遇到危险，要按求助铃的部分。这系统是国立台南大学用半年时间为花莲特殊教育学校建立的 VR 实境校园危险地图，都有危险拄着危险要如何处理，意见箱也有 QR code 锁定写表，也提供专本回归机制。目前本校大约有100位学生可以使用到这一套系统。学校有从国小、国中到高职，这一套系统由于有 VR 的部分，所以每个教育阶段的孩子都可以使用它。这计划目前是以国教事管辖的14间特殊学校为主，第一站就在花莲，将这套系统用入平常时的教学课程当中。那站在学生的角度，其实也结合了 CRC， 就是儿童权利公约跟 CRPD 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当中哈。那至于 VR 这个部分，会选择花特，是不是也可以给行动不便的学生借由这个方式去认识校园？台南大学成人研究中心强调，山区台东特教、宜兰特教、屏东特教等学校拢会陆续建立，增加校园性平发展，甲推动性别事件防治。记者综合报道。今嘛做环保保护地球的意识是愈来愈重要啊！在美国纽约市有一个作家，伊嘛是一个教授。这个年代虽然讲伊是住伫都市内底，不过伊是真拍拼伫咧实行环保永续的生活。若是有包装的食食，伊是绝对袂买，而且伊嘛甲厝内底冰箱的插头甲拔掉，嘛减少粪扫的量。到今已经4年无倒过粪扫啊！而且去年伊阁做一个测试，伊甲厝内电拔掉一个月。敢若靠太阳能来过日子，想要到就安尼经过一个寒天，到当已经坚持已经要1年啊。住伫咧纽约市的斯波德克，逐工拢挂太阳能板加电池，爬起伫厝顶充电。日头若炎的时阵，会当稳定供应生活的需求。伊自去年5月开始，甲电力公司的电切断，家己发电家己用。一开始寒天的时阵，日照的时间无够，电无啥够用，要家己慢慢调整，知影家己的需求，就一工比一工较好过。This time last year, I had not yet unplugged. I was plugging into the wall. I would try not to use power more than necessary, but I had no sense of how much things used. Right now, I'm using a tiny fraction of what I used before, but because I made it through the winter solstice, and now we're past the equinox, I really feel drunk with power. 斯波德克是作家、教授、领导力教练，甲一个永续生活播客的主持人。即马电有够，就当做更加侪无共生活的生活角色。伊10年来坚持过环保的生活，证明伫咧人真侪纽约市会当甲环境友善共存，也鼓励大家做阵来做。10 years ago, I gave me my first challenge to try to avoid packaged food. I thought it'd be more expensive, less convenient, less delicious, less accessible. Exactly the things that I thought would be problems were actually places where it was better. Bruised apple, free. And it's like there's so much stuff that's getting thrown out in the city. 雅苏罗早就放弃无咧用变做鸡啊，更伊家己发觉嘅空铺地，伊食素拢伫咧社区合作社加小农市场买物件，煮食拢是用多功能嘅压力锅。煮食出嚟喷拢摕来做堆肥，伊自2016年开始就拢无坐飞机，2019年开始无倒过粪扫，2021年甲冰箱的插头拔掉，2022年5月开始甲电力公司的电切掉，生活愈来愈环保，过了袂委屈也袂痛苦。Everyone thinks, oh, it's a burden, it's a chore. It's glorious. It's more delicious. It saves money. It's fun. 斯波德克也志愿加入一个减少食物浪费的社区团体。收集餐厅甲商店一寡即要到期的食品，放伫社区的共享冰箱，有需要的人拢会使来摕，互所有资源拢会当被充分利用。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在北美洲有一种真出名的鸭，叫做帝王斑蝶，每一年拢会飞去墨西哥过冬。不过今年的数量是比去年减22%。有专家就分析，可汗甲天气等等的极端气候，拢是影响帝王斑蝶生态。也有造成因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森林当中，满满拢是感觉小大乌色斑纹似的蝴蝶，这是北美洲上名的帝王斑蝶。
每年为美国、北平、加拿大来帝王饭店，会长度83,000到4,000公里一路路南，到温暖的墨西哥岛东。不过今年飞到墨西哥的数量却比去年少12%。Aquí lo que podemos ver es que si comparamos con el año pasado, debido a los factores climáticos, sobre todo las temperaturas extremas en el norte de Estados Unidos y en el sur de Canadá, parece ser que influyeron en que bajara la porción de la superficie. Además de otros factores que ya especialistas. 帝王饭店算数量方式，不是照传统一只去算，是算蝴蝶自己伫树枝所含的面积。受酷寒、歹天气、加生炭地减少影响，还有用生两个灵草减少，还有杀虫剂、除草剂滥用、气候变迁问题，拢对帝王饭店的生炭有真大威胁。Una presencia alta de plagas y enfermedades que están afectando los bosques y mucho está asociado al estrés hídrico que tiene que ver con un tema climático. Todo esto hace un cambio en la estructura que debilita los árboles y esto los hace mucho más susceptibles a que presenten plagas o enfermedades forestales. 当地非法臭树仔，互市民当中的上树甲冷杉木真紧消失。偏偏这个树仔就是帝王饭店真爱聚集的所在。根据过去数据显示，帝王饭店伫1990年代数量要达到数百万只，不过过去10年来数量减少到12%到72%之间。这和 IUCN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伫2022年7月时阵，将帝王饭店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望唤起各界关心，复育适合因的生态环境。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辑。疫情转好了后，有真侪国家拢伫咧拼观光。罗马尼亚最近向欧洲的旅客推出看喙齿，可以当兼观光的旅程。机票的钱、挂饭店，还有治疗，差不多只要1万块的台票。这个消息一出来，是啥？最近医疗卡手真欠缺的英国人去遐看喙齿兼旅游。充满绿意的山坪、草坡，还有水墙，这是罗马尼亚境内美景。当地政府为振兴后疫情时代旅游商机，致力推广境内自然景色、甲历史古城观光。真侪游客大部分拢会去首都布加勒斯特，或者是有名的布兰峡堡观光。即马当局甲各地气候诊所合作，开创系列的上水气候诊所旅游行程，用完善的气候服务来发展观光。So this joint effort is to attract more tourists, first of all. Then, of course, for the Society of Aesthetic Dentistry is to increase their exposure to potential clients. And of course, this i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us, actually, to showcase Romania's beauty and unique culture. 罗马尼亚用气候服务来推动观光，是因为甲英国也有其他欧洲国家比起来，罗马尼亚气候介绍较少。用修理喙齿的材料成本为例，英国原来是成本就要250英镑，差不多新台币9600多。不过罗马尼亚政府推动网上有卖上水气候诊所观光行程，来回机票，4000级的饭店住3暗，加气候材料费用是280英镑，总共是不到11000新台币。In Romania, the dental market is 100% private. Basically, we don't have national insurance, so it's up to each dental office or each dental clinic to be the best in order to attract as many patients as possible. Besides this, also the EU regulation, because Romania is part of EU, it's imposing very strict regulations. 英国这几年 NHS 国民保健署的气候卡手报告造成民众爱等真久，加上介绍是一直起价。已经有更较侪民众愿意去私人的气候诊所来治疗，这让一个家庭伫气候服务的费用开销比过去10年高出1倍。所以对罗马尼亚甲英国来讲，推动这种气候观光是双赢政策。进前这种气候观光行程伫英国旅游展引起轰动，展场人员各穿手术衫，邀请参观人坐伫气候椅仔顶悬挂 VR 目镜。我来欣赏罗马尼亚的美丽风景，我来体验专业的气候服务。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辑。虽然即马是高龄化的世界，不过人讲活较老，学较老。伫美国有一个退休的银行家，伊今年是已经94岁啊。37年前，伊甲沙漠的一个芳的土地买起来，伊伫遐起一个小小的庄仔头，内底有住15个村民。
还有又起一间用花岗岩起的博物馆。这博物馆内底有小解真侪从古早到今的历史的大代志，还有真侪民间的故事。而且这个博物馆嘛有开放游客来参观哦。咱做伙来看卖。空中翕的这个建物全景大而且整齐，向看就是电脑修图的效果，毋过这拢是真实的建筑。这是伫个美国加州索诺拉沙漠的费利斯地震。居民只有15人，94岁，伊斯特是镇长。1986年，伊甲太太甲几个好朋友买2600公顷的沙漠地，为2栋厝开始起，加上三角体造型的花岗岩tạo成的建壁。详细看每一个花岗岩，拢有刻大历史，亲像美国建国甲立宪的过程，有文艺复兴的话，也有人类登陆月球，也基本艺术甲伊的家族技术。每年春冬2季开放游客入场，无加100块新台币门票，等欣赏数量正大的文明史料。The only place on this planet where history is written in granite, on actually over 717 of these panels. 这花岗岩就亲像就做的百科全书，收集代表文明甲历史面貌。伊斯特甲太太旅行经过索诺拉沙漠，集资买倒来，用太太名字做阵，有专属的路标，也有教堂甲邮局，还有一道记载人类演进史的岩壁。伊讲这都是一座人类历史博物馆，也讲是世界中心。C'est un musée d'histoire écrite en granit. Une des choses qui me plaisait, c'était le fait que ça n'existe nulle part d'autre dans la planète. 目前博物馆的花岗岩已经有超过700地，也有200多地在刻印当中。伊讲这花岗岩匠的经期时间的考验，因互人类历史留存未来，甚至因加做外星生物实在地球的索引资料。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9度至27度。一个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